来高雄市议会今仔日开议，同款嘛是为着要开放3马种的美国猪进口闹哄哄。市议会外口当时有4场的活动咧进行，尤其是针对着市长陈其迈做立委的时阵，明明就是反对3马种的美国猪来进口。当年的陈其迈甚至来话讲，互3马种的猪肉进口的迄一天，就是总统落台的迄一天。结果即摆态度大转变。100外的民众送陈情书，要求市府都要来执行3马种零检出，嘛愤怒来化休，叫市长落台。纽保条举看板，鼓传一只猪仔囝，规百民众伫高雄市议会外口伫发口号，反对美国猪肉入高雄。如果这个市长不闻不问，不关心高雄市民的健康，是不是要下台？抗议团体的情绪真激动，有几下摆拢真混乱，有警察伫遐顾，就惊讲若无设置，场面会失控。让他知道，高雄市民是坚决的反对瘦肉精进入高雄市。国民党团有接陈情书，承诺讲会交市长陈其迈，要交予民进党执运，拢无人出来接，互抗议团体起价将陈情书掠掉。另外一边，议长陈丽燕买100箱的金蕉送予党团的议员，现场咧食天蕉龙。高雄市议会开议这一天，外口是真无平静，包括中共集团工会阵前抗议美国猪肉等等，有4场活动咧进行，因讲是议会难日的记录。